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咱拢知影讲4月5月一直到6月初，拢是适合欣赏火金菇的季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绍介这一日就是菇，火金菇的菇第一条读做菇。照古早台语字典解说讲，菇就是汤团的名，像讲蟋蟀啊、大白啊、大狗、乌龙啊，或者是鸭啊、草莓啊，咱拢讲是菇。带大家做伙来绍介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虾菇，嘛人讲是虾虎、虾狗，这是一款甲壳类的海产，形亲像是虾仔，也毋过比虾仔搁较大只、搁较扁，身躯上长到30公分，叶啊特别大只，小寡青色，杀了就会变做球仔色，生活伫咧海墘啊、土山内底用的食。第二个词读做火金菇，古早嘛有一寡台语字典写乳里边的菇，火金菇嘛有人讲是火金青，也就是萤。古早的台语字典特别解说讲，萤火就是火金菇的光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例夹做伙。譬如讲，一寡旅游业者已经上准疫情过了后的观光生理，催杀生态旅游，顶部带大家坐牛车食龙景，尾仔嘛带大家去海墘啊看虾菇来看海影，若暗时去山内找火金菇。今仔日小介这一日读做菇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